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感谢主，伊赏赐予咱过去一礼拜的平安。伫个圣主日，咱会当做伙聚集伫个遮来敬拜上帝。上帝是咱永远的倚靠。当咱拄着人生的风影，有上帝做咱的倚靠；当咱拄着困境的时，上帝伊旨意无摇动，互咱的心中充满着对上帝来的平安甲盼望。感谢主，咱用信心宣告的心来唱这首《永远的依靠》。希伯来书第11章1到2节这样写着：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见证。腓立比书4章13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凡事都能做》。神之主。
每一个员工拄入来喜乐的时阵，一定会背这个金句吼，《腓立比书4章13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伫咧一开始吼，我无啥知影这个典故吼。有一年，我咧整理喜乐过去的资料，有一段故事，我想要甲大家分享吼。伫咧早期，喜乐阿嬷拄到宜林来照顾小儿麻痹的囡仔的时阵，迄个时阵吼。一开始是伫咧宜林基督教病院遐咧照顾，渐渐囡仔愈来愈多，最后必须要对病院才刷出来。迄个时阵无所在好去，喜乐阿嬷就转去美国募款吼。迄个时阵世界展望会将阿嬷的故事刊伫咧杂志，嘛募得一寡款项。遐个钱会当买伫个即马宜林二林高中对面即个二林院区的一部分的土地吼，佫会当起2栋的红霞厝，一栋的红霞厝差不多住20个左右的囡仔，其实就足满的啊。迄个时阵2栋无够用，因为囡仔足多。迄个时阵有一位牧师吼，是 CCF 基督教儿童福利会的会长高甘霖牧师吼。伊就甲阿嬷讲：“阿嬷，你也起5栋。”伊讲吼，你免烦恼钱的代志，上帝会甲你帮衬。伫咧迄个时阵，伊就甲伊有阿嬷即个根据，就是腓立比书4章13节，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感谢主吼！其实迄当中我看到即个故事的时阵，我真的足感动的。感谢主，最后哦，对开始去到最后，总共伫咧喜乐伫迄当阵二林院区，总共起6栋的红霞厝，佫有1台，佫会当买1台车来送迄个时阵的囡仔去学校读册，真正有够感动的一个故事。到尾啊，伫咧阿嬷年老的时阵，有一段访问，记者问阿嬷讲：“阿嬷。”你哪会遮敖？你照顾遮尔侪囡仔？喜乐阿嬷甲记者讲，伊讲无啦，迄毋是我做的，迄是上帝做的，迄是社会人做的。哇，真正是感谢主，伫咱的身躯边有一个遮尔美好的见证。相信只要咱是行伫咧上帝旨意的道路，上帝拢会引带应允亲自来成就。咱搁来做伙唱这首《凡事都能做》。心事未曾看见，依然仰望释迦。心事完全交托，甚至主已掌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风浪或低谷，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风浪或低谷，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咱做伙压头来祈祷。听堂人的上帝，阮感谢你，做阮永远的倚靠。伫阮拄着风雨失落的时，你赏赐平安甲愿望。主啊，对古早到现在，你是无所不能的上帝。你甲阮讲，信就是所愿望的实在，甲未看见的事的标准。
透过早期宣教师是了阿嬷的故事，阮知只要依靠上帝，行伫个上帝的心意中，上帝你要亲自来成就一切。感谢主，这带予阮无比的信心。总是主啊，阮需要你来引带阮每一个脚步，一生会当活伫主你的旨意内底，无偏离，会当讨主你的欢喜。感谢主，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咱做伙来唱一首《凡事来祈祷》。
的上帝，我的王啊，我要尊你最悬。我要永远学乐你的名，我要日日祝谢你，也要永远学乐你的名。耶和华至大，应该受大的学乐，伊会大到袂伫切度的。即代要对迄代学乐你的所做，也要报扬你大宽容的事。三甲来吟圣诗297首。至大上帝，愿你带我，请咱起立吟全首。使徒圣经做咱的信仰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接受女玛利亚出世，伫本着得万落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神中国活，上天，早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咱甲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堂的教会，圣道的上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即是来看启应文第3篇，诗篇第8篇。耶和华阮的主啊，
你将你的荣光摆设伫天里。对婴仔甲食奶的会喙建立能力。我要对一条木的情情。我看你的天，你的手所做的，甲你所排列的日月。世间人是啥物，你少念伊；人的囝是啥物，你看顾伊。你予伊比天使儿仔较输。搁赏赐因荣光尊贵做勉励。你设立伊管理你的手所做的，下万米伫因的骹下，就是一切的羊甲牛，也会走兽，天顶的鸟，海内鱼甲既若经过海面的路的。耶和华阮的主啊，你的名伫全地到遮宽大。阿门。请咱三个来三角经信息462首。上帝所赐活命的话，请咱坐咧吟全首。三角后头来祈祷。至圣至尊的阿爸爸上帝，阮敬拜学乐你的圣名，阮感谢你顾守阮一礼拜的经过，互阮会当来到圣殿敬拜你，甲你相亲，听你的话语。阮是何等的福气，会当成做你的囝儿。你总是顾念阮的需要，保守阮的软正。总是阮有缘伫有意无意的生活中来得罪你，恳求主怜悯赦免。主，阮知你的疼是何等的长阔关心，
是阮袂会切度。阮要用阮的性命来回应你的疼，阮要用阮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主，阮要较无你的话语，恳求主即时摒空阮的心，互你的话成做阮的美娘，互阮会当得到智慧甲帮助。恳求主圣神即时到阮同在，互讲甲听的平平得到利益。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上帝有光，就是我的生好了，请圣歌队。
三甲来恭守上帝的话。诗篇第8章第1节、第3节甲第6节。诗篇第8章第1节：耶和华，阮的主啊，你的名伫全地到极悬大，你将你的荣光摆设伫天里。第3节：我看你的天，你的手所做的，甲你所摆列的月甲星，世间人是啥物？你笑念伊；人的囝是啥物？你眷顾伊。你予伊比天使离仔较殊，搁赏赐伊荣光尊贵做冕旒。你设立伊管理你的手所做的，下万米伫伊的骹下。再来看一位圣经以弗所书第3章14节到21节。第3章14节。因为安尼，我跪落伫爸的面前，就是伫天顶地上拢总的家，对伊来号名的，求伊照伊荣光的富有，对伊的神用宽容，互恁心内勇敢，互基督对恁的信来徛起伫恁的心，互恁有定根下地基伫恁爱。才会甲拢总的圣徒晓悟迄个长阔悬深，也知基督的疼，就是搬过伫人所会知的疼，互恁照上帝招庇的充满来得到充满。上帝会行做搬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就是照伊所运行伫咱的宽容。愿伫教会，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伊到万世，代代无煞。阿门。讲道明白上帝的长阔关心，请曾牧师。所听的姊妹，大家平安。特别伫今仔日欢迎第一摆来到咱中间的陈秀珠姊妹，咱欢迎伊的查某囝叫伊来咱教会做礼拜。亲爱的姊妹，今仔日的题目是咱祈祷的题目。咱的上帝是一个长阔关心的疼，咱的上帝伊的稳定嘛长阔关心。所以的姊妹，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拍开咱的心，咱伸出咱的手，咱甲主祷告，主啊，赏赐我长阔关心主你的稳定。一个若只有看感情的人，伊袂去思考人生什么是长阔关心。一个囡仔若无一个好的老师，也是士大人，开伊的目睭，带伊看迄个更较有价值、更较永久的代志。通常咱拢安尼讲，食落腹，稳达达。人拢看感情，世间人是一个看会到、摸会到，才是你的。但是伫今仔日个礼拜所听的姊妹，愿天顶的上帝将这份就是丰盛人无法度明白、无法度了解，迄种长阔关心的稳定，赏赐予咱。我要邀请兄弟姊妹伫今仔日有3个祈祷。第一，问你家己，你来到教会遮尔久，你伫耶稣的手中得到什么？你伫你的信仰的中间，你明白了什么？第二，求天父上帝圣神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开目睭看见这个看不到的上帝，就是今仔日咱要对圣经来明白这个长阔关心的上帝。第三，咱甲上帝祷告，主啊，赏赐我一份长阔关心的生命，特别为着你的囡仔祈祷。你的囡仔毋是干那会当大人就好，你的囡仔嘛毋是干那会晓熬读册就好，咱的囡仔嘛毋是只要将来要趁钱就好。咱啊，教咱的囡仔明白，伫人的一生中间有一项，什么是搁长、搁宽、搁悬、搁深，
迄种永远存在、永远的活命。愿天父上帝圣神带咱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咱开咱的耳孔听，咱伫上帝面前，咱甲主祷讲，主互我看见你。今仔日圣经无论是新约是旧约，这拢是祈祷文。代表因为暗时天暗了后，伊看到天顶的日月星辰，伊忽然就晓悟，伊忽然就明白，信仰上重要的使命，就是带人看到上帝；信仰上重要的价值，就是互人晓悟，伫我的世间有一项代志比这清英更较重要。代表的诗伫诗篇第8篇。伊讲：我举目看天顶的日月星辰，我忽然就晓悟，我家己是一个遮尔细、渺小，总是天顶的上帝，较会遮尔疼我。信仰是一种的晓悟甲明白。亲爱的姊妹，若毋是上帝圣神帮助咱坐伫教会较久，无论咱来几年，有可能较多数时间拢是浑浑无明、拄久兼平安。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放伫咱的手，放伫咱的心，咱甲主祷讲：主，互我听，我明白；主，互我听，我晓悟；主，互我看见，我就看见上帝你家己的荣耀，何等的长阔悬深。也即句话毋是形容词，虽然咱大家人拢会晓背。耶稣基督的疼是一个长阔悬深的疼。那安尼今仔圣经咧讲的长阔悬深到底是啥物？其实即句话应该叫做阔长悬深，伊甲阔摆伫头前。啥物叫做阔？上帝疼咱的心无限量的阔，无甲咱计较，无因为咱的所做。咱的上帝的心胸，亲像比父母更较宽的心。只要伊的囡仔若倒来，伊若看到伊的囡仔，逐项代志好了了。上帝的心是无限量的宽度。上帝的长是啥物？伊毋是干那讲时间的长，永远的活。所以圣经咧讲起咱的上帝的名叫做耶和华，伊的意思就是伊无起头，伊嘛无煞尾，伊是自有永有的上帝。基督教所咧追求的这个上帝，起头是看袂到，但是基督徒所咧追求这个上帝，毋是人，伊毋是父母生的，伊无起头，伊无煞尾。所以长宽悬深的长，伫这个世界，这个圣经原文叫做 Makos， 但是伊的英语叫做 Mega。一 Mega、2 Mega、3 Mega，Mega 是啥物意思 ？Mega 就是真大啦，真伟大。咱的上帝毋是一个真久长的上帝那定，伊是一个伟大的上帝。悬的，悬的意思，就是咱看到天顶，咱就感觉哦，天较遮悬。伊的意思就是上帝是一个崇高，是一个伟大，伊的地位极悬无比。深呢？深就是讲我学得了解，我学得看见。我徛伫我家己的地位，我徛伫我家己的这个我的立场，我无法度明白上帝的真理深到什么种的程度。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听咱的祈祷，互今仔日个圣经真做咱的帮助。今仔日个圣经有2份的祈祷，一个就是大卫伊伫旷野过样的时，伊看到暗时的日月星辰，伊忽然对心中晓悟讲。伊家己的渺小，但是上帝的疼无限量的长阔悬深。第二个，伫今仔日的以弗所书第3章，是一个咱的信仰的老师前辈保罗。伊讲：我跪倒为恁祈祷，兄弟姊妹，今仔日恁所听词汇所读这句话，何等的重要！咱何德何能？有一个伟大的老师，伊肯为着咱跪落来祈祷。以弗所书第3章，保罗讲：我为恁跪倒祈祷，求什么？第一，求上帝的神踮伫恁的内面，互恁会当明白，互恁会当晓悟，互恁会当知影。拄久的兄弟，
恁中间无人伫即个时阵咧拄久，我知。但是我咧讲的就是讲专心，兄弟姊妹，咱来专心明白上帝。因为毋是耶稣那定连伊所有的学生保罗嘛讲，我跪了为了恁祈祷，希望恁会当晓悟，会当知影，会当明白。对18节、19节、20节，拢讲到3种3摆，求圣神运行伫恁的心内，互上帝圣神的能力帮助恁明白。信仰上重要的价值，就是开人的目睭，开人的耳孔，开人的心。忽然感觉，哎呀，对了，这叫做晓悟。晓悟就是忽然你得到，啊，你就明白。有的老师讲10摆，学生唔知就是唔知，但是有的人听1摆，伊个想，伊就了解。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想述兄弟姊妹，互咱有清楚的心。咱的心内通得到上帝圣神运行，圣经讲大能大力，上帝的能力运行这个字英语叫做 energy， 就亲像电池有电，你若甲通电了后，伊的活命的能力，伊就运行伫咱的内底。原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问咱家己，或者你来到教会几摆？或者你伫教会偌久？你讲牧师，我无法度算，因为我出世就基督徒，我的阿祖就信主，我就是。兄弟姊妹，你的阿祖的上帝无一定会变做你的上帝，你的阿公的上帝嘛无一定会变做你的上帝，你的爸爸的上帝嘛无一定会变做你的上帝，除非你愿意讲，我的阿祖的上帝是真个我相信。若无你阿公的上帝，你的爸爸的上帝，无一定会自然遗传，亲像 DNA 出世伊就遗传互你。每一个基督徒拢是第一代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拢是伊亲自伫上帝面前讲：主啊，我到今仔日，我才明白，你是遐尼伟大、长阔、关深。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弟弟伫今仔日的礼拜中。上帝对咱讲话，兄弟，拄则牧师问你来到教会偌久，毋是点名。牧师只有一个动机，你敢有领受着福气？兄弟姊妹，你来教会遮尔济个年纪中间，你伫耶稣的身上看到什么？你伫这个信仰的内面，你得到什么？今仔日有2项，一项就是晓悟。人伫理智，人伫心内，人伫感情顶悬有得到晓悟明白，这是第一项。伫过去咱信仰上，互你心理上彻底上的改变。信仰是一个互犯罪的人、跋倒的人、迄个糊涂的人，忽然感觉讲，我毋通搁再糊涂落去啊！早知如此，悔不当初啦。也即愿天父上帝紧紧摇动咱的手。新第2项就是上帝通过耶稣基督，伊的疼、伊的恩、伊的话、伊的能力。圣经讲，这个神就运行伫人的心内，这个神就运行伫咱的心内，咱的心内就有一种的活力。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兄弟姊妹，牧师搁一摆甲咱提醒。毋通空空离开礼拜堂，我兄弟姊妹快快乐乐来做礼拜。做礼拜了，啥物袂记物件拢袂记啊！伊的地管啊，放伫遮；伊的圣经放伫遮。倒去了后，佫毋知影讲伊的圣经到底放伫啥物所在。兄弟姊妹，咱是一个真够袂记的物件，所以逐礼拜了后，咱拢会去称讲即个在即个位顶悬，即个地管是送留落来。地管小事佫买着有，但是你的圣经，你的上帝，你甲放伫礼拜堂内底，哎呀！这毋是足好笑呢？一礼拜中间，你的圣经若无对你讲话；一礼拜中间，你的上帝若无伫你的生活中间，太无彩啊，对无？兄弟姊妹，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安静听上帝圣经的话。信仰毋是一种的感情甲情绪，信仰嘛绝对毋是自我的催眠。耶稣听我，耶稣听我，耶稣听我，我就得到耶稣的听。
也即信仰毋是一种的情绪，嘛毋是一种的幻觉，信仰是一种的得着。兄弟姊妹，愿圣神伫今仔日礼拜开始带你行，担着福音、稳定、滋味的人生。你也知道，对今仔日开始到我一生的路尾，我逐日拢要享受你的祝福。圣经讲无讲日子如何，安那？阿免吗？你拢会晓背啦。日子怎样，力量怎样；日子怎样，稳定怎样；日子怎样，就是担着稳定的滋味。过去许多人甲咱讲，人生亲像苦海。咱自从来到耶稣的身边了后，咱甲咱的许多人讲：哦，爸爸妈妈，咱来信耶稣。爸爸妈妈讲啊，我著夜香拜拜足久啊！啊，你去信你的，啊，我拜我的。所以兄弟姊妹，上帝是一个测不透，你无法度了解，想袂到，摸袂到，毋捌听，毋捌看。但是伫今仔日，上帝伊要将这个长阔关心的听放伫咱的内底。信仰是一种经历，就是经历着上帝对天顶所赏赐咱迄个圣洁、清洁、荣耀、尊贵的画面。一个信主了后的人，伊的生命一定会改变。一个人的生命若无改变，莫互别人问，你问你家己，我为什么对细汉到今仔日，我的信仰永远都是安尼尔，也无更较快乐，也无更较有智慧，也无更较享受，也无更较真正实实来经历着上帝。洪姐，我问你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你阿姐教我问的。伊讲问讲，阮好一个神啊，殿中唔教会，唔做礼拜，走去恁德堂教会。你去甲恁阿姐讲，做见证。亲爱的姊妹，德堂教会唔是咧讲偷看油的教会，唔是。德堂教会是一个门拍开，若有伫这个所在得到祝福，伊欢喜来，这个所在的门永远开咧。好像我会记你甲你的爸爸讲的话，毋知我安尼讲对毋对？你的爸爸讲，啊，你较无爱留伫咱家己的下晡会。你也讲，歹势牧师甲你闹开一个吼。当时我听你讲的就是，你甲爸爸讲，爸爸，你爱我做一个三大节的基督徒，一年3摆的大祭期去做礼拜。啊，若无来到教会坐咧，就是拄久。啊，是你。我爱互我会当去享受一间教会，伫迄个教会内底，我做礼拜的时，我会通得到帮助。所听的姊妹，愿天顶的上帝亲自将你所需要的，互你得到祝福。这个祝福有一个形容词叫做长阔关心。所以今仔日保罗为着咱的基督讲，耶稣基督长阔关心的疼。其实保罗毋是干那讲起耶稣基督的疼，这份信仰的里面那点毋是。保罗所讲的，如今长存有信、有望、有爱，对无？信嘛是久久长长的，仰望嘛是久久长长的，疼嘛是久久长长的。所以保罗咧讲起这个长阔关心的意思。都是上帝有一项祝福，是人袂捌听、袂捌想，连想象嘛想袂通的代志。主啊，你较遮尔听我，听我这个了尾仔囝。主啊，你较遮尔听我，是一个做事人，是一个各样的人。主啊，你较遮尔听我。兄弟姊妹，你若愿意，你若愿意认捌这个耶稣，这个耶稣伫今仔日的礼拜，照圣经的记载。伊就要将这份长阔关心的画面赏赐予咱。所以兄弟姊妹，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领受咱的信仰的前辈保罗为着咱的祈祷。牧师嘛，线接保罗所留予咱的话，继续为恁祈祷。求天父上帝伊的灵，通过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伊的圣神运行伫恁的心内。阿门嘛。愿这个圣神是看袂到的，所谓这个圣神，
伊是一个活命的能力运行伫恁的心内，互恁巧气，互恁清气。巧气就是有智慧，清气就是性格有所为有所不为。因为咱的上帝若是一个长阔关心的上帝，咱若认捌这个上帝是一个至权荣耀尊贵，咱伫伊的面前，咱敢阁敢假笑嘛？假笑汉文叫做装疯卖傻啦。也这伫上帝的面前，咱敢有能力通装疯卖傻？上帝是监察人内心的上帝，检查伫教会内底无人知咱的私生活，但是上帝敢会唔知？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主的灵开咱的目睭，主的灵开咱的耳孔，主的灵将迄个活跳跳、火热的灵放伫你的内底，对今仔日到永远，对今仔日到永远。你逐日旁背，透早洗喙，你甲主讲。主今仔日通过你清气的水洗清我的喙，互我今仔日无讲歹话。恁洗喙捌安祈祷无？因为师无专心洗喙，洗解清气。但是古伦神父甲咱祈祷讲，当你咧洗喙的时阵，你就甲上帝祷讲，主清气我的喙，清气我的心。今仔日日出到日落，我无讲歹话。祈祷就是生活，生活就是祈祷。愿天父上帝帮助，伊的圣神。晓悟踮伫咱的内底，互咱明白上帝是何等的长阔关心。所以今仔日的信息的中间，我要甲咱讲两项。咱的上帝是长阔关心的上帝。第二，恁的囡仔将来嘛应该爱因为长阔关心的活命智慧，因的生命要加做一个有所为、有价值、有使命、有意义、有价值。愿天父上帝帮助，互咱毋是清清彩彩过一世人。咱伫天父上帝的面前，保罗最后的祈祷记载伫腓立比书第3章21节。其实腓立比书总共有6章啦。兄弟姊妹，恁若要一口气去读好了，特别中级，我是要鼓励恁一口气甲以弗所书读好了。第1章甲第6章无介长。做中级的人爱读以弗所书，为什么？因为以弗所书就是保罗甲以弗所教会的长老执事，怎样管理教会，怎样起造教会。一个中级若无认真读过以弗所书，伊对教会的积分对怎样教育教会结起造教会，有当时就无够也清楚的知捌。保罗伫以弗所书中间伊所讲，教会的存在是为着什么？要荣耀上帝的名。愿天父上帝帮助所听的同工，所听的姊妹，愿咱的生命发光，愿咱的生命发光，荣耀咱的上帝。愿天父上帝也将伊的阳光放伫咱的中间。今仔日我要邀请咱祈祷2项事：第一，求上帝互咱认捌，看见伊的长阔关心。就亲像这个大卫伫旷野过样的事，伫迄个暗时，月亮出来，月出来，星出来。伊讲：我看起你的镜头啊，所摆列的月甲星，我忽然了解家己伫这个天地中间，其实是一个真细、真细、真细的活命。但是你听我，你将阳光的活命。就是一个真尊贵的身份，一个真尊贵的身份，赏赐予我。天父上帝，偌清德，伊是一个看光的囝。照讲，伊的出身是一个真卑微、真辛苦，老爸早死，老母款家。然后有一日，上帝要将一个尊贵的身份。真尊贵的使命，互你的时阵，什么人会当明白？伫真爽养的生活中间，出2种无共款的人。一种的人就是怨叹家己的出身，
较才歹命。但是另外一种的人，伊看见家己细汉的出身，伊会盼望将来有一日伊要做有价值的代志。或者你的囡仔，我毋是鼓励恁的囡仔将来立志做赖清德啊，赖清德没有什么了不起，伊只不过就是历史中间的一个人啦，对。但是人需要明白，当你想长看关心的代志，当你明白长看关心的代志，你的生命就无再看眼前，这叫做短视尽力。求天父上帝帮助咱，这个信仰除了互咱福气，这个信仰阁互咱智慧，这个信仰阁互咱对咱的人生有一个期待，这个信仰阁互咱伫人生的中间有气力行落去。求天父上帝就是这个长看关心的上帝，伊伫你的生命中间开你的目睭，亲像开大笔的目睭。伊讲摇花你的名到遮悬大，你的阳光摆列伫天顶。我看，所听的姊妹，你伫人生中间看到什么？看咱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求天父上帝赏赐咱属灵的目睭，会通看见什么叫做真正的荣华富贵。兄弟姊妹，愿天父上帝开咱的目睭，互咱看到愿望，看到头前。求天父上帝，互咱看到这个宇宙中咱所看到，若毋是上帝的圣神放伫伊的内心，一个各样的囡仔才会较有这种的智慧。伊看到什么？伊看到上帝的疼。伊讲：主啊，你该纪念我；主啊，你该看顾我、照顾我。伊感受到伊咧照顾羊群，但是天顶的上帝咧照顾伊。伊伫迄个所在，佮看到一项。就是上帝，伊无法度了解的上帝，伊的爸爸的上帝，伊的祖先的上帝。愿天父上帝甲你三甲地地，伫今仔日的礼拜，天父上帝毋是通过牧师的讲道的解说，是上帝伊的圣神亲自伫你的内面，互你对心中讲：主啊，我看见我家己的无够格；主啊，我看见我家己的欠缺。昨的早经拜六阴暗所读八福八福的第一福，心内丧向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因的。耶稣所讲的地上8种的福气，第一种，伊讲心内丧向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伊的。你的心若偌宽，你就地偌济。现在你听有这个意思？心内丧向的意思就是讲，若有上帝宝贝祝福，我若有一块家子。我的家子甲地石头倒遐垃圾倒扫，我较唔紧紧甲倒掉，用这个家子空，上帝的祝福愈济，我地愈济。心内丧向的意思就是讲，一个人愿意知影伊家己心内是一个无够格的，伊才会较无迄个宝贝。一个愿意承受上帝长看关心的国的人。伊的确需要先摒空伊的内心，互你的心是一个咱叫做虚极，是一个清气，是一个有圣洁的空间，互上帝踮伫内面。或者你的心内敢有一个空间，通容允耶稣甲你做朋友？兄弟姊妹，咱伫教会出去遐久，咱无拄定愿意互上帝。伫你的客厅坐大位，伫你的生命人生中间坐大位。愿咱每一位伫今仔日的做礼拜，咱甲耶上帝讲，上帝对今仔日到永远，伫阮兜大小事，你拢永远坐大位。教会有一个礼貌，一个习惯，你若甲你的囡仔办喜事。除了恁的两方的主婚人坐大道以外，恁拢会想着讲，牧师拜托你也来坐这道好毋好？牧师好着好灵坐恁的大道。但是兄弟姊妹，恁敢捌想过这样代志？恁除了邀请牧师坐恁的大道以外，恁敢捌对心中真正敬虔？伫你咧办这个婚宴进前，你甲耶稣讲。
主耶稣求你祝福我的囡仔，伫阮也要开始举行这个礼拜，也要办这个婚宴的时阵，主耶稣你伫伊的人生中间坐大位。或者恁敢捌安尼为你的囡仔祈祷过？伊爱就好啦，顾在伊啦，兄弟姊妹。咱也知影上帝是一个长阔关心的上帝，真侪人会去庙里请神来拜，但是咱敢捌请主伫咱的家庭、伫咱的人生中间坐大位？牧师毋是咧甲恁口吹手，毋是。牧师是对心中真正期待，所听的姊妹，尊敬上帝、敬畏上帝的人，上帝该捧伫伊的手中，恁相信吗？愿恁受祝福，愿这个主是永远做咱的共同的主。愿咱的人生也因为敬畏上帝，伊所想事咱无法度理解的稳定。长阔高深是什么意思？长阔高深叫做亘古长存、深奥无穷、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咱的上帝是对早伫的、今仔伫的、将来也永远伫的。圣经讲，大山也未形成，伊就存在，是一个亘古长存、永远存在。咱的上帝是甚么？伊是一个深真理奥妙，甲咱无法度了解。人算什么？但是有科学，有物理，你捌听过科学甲物理无？物理就是一个科学的项目内底。伫我一生中间，我上爱读物理，因为我拄到一个老师，伊是物理学教甲足清楚，所以我高中咧读物理的时阵是真正享受迄个物理的智慧一拍开。伊教我安怎算月亮咧顺，伊讲你敢知影逐日月亮拢慢偌几分钟出来？咱拢从来毋捌想过，是安怎有月圆有月月圆月缺，有满月有新月啊有旧月。伊咧循环电管，一个老师伊咧讲起个物理，伊毋是教阮背讲迄个迄个物理的公式，伊是甲即个物理讲甲真自然、真生活。圣经无甲咱讲真侪遮科学的物件，但是上帝本身就是深奥无限。咱若亲近伊，咱就有智慧的灵、聪明的灵。愿天父上帝甲咱三合伫地。长阔关心，佮另外一个意思叫做无所不在啦。耶稣的爱何等奇妙！有一条歌，这么高我不能高过他，这么宽我绕不过他，这么深我没有办法深入到他。深这个字，伊的字根原语叫做 base， 就是你的立足点呐。你徛伫什么所在立足点，你会当看到啥？愿天父上帝帮咱，咱的上帝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上帝。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会记得，圣神为咱祈祷，保罗为咱祈祷，教会嘛为咱祈祷。教会仰望咱所有兄弟姊妹，拢深深捌上帝。咱的教会仰望咱所有兄弟姊妹，不但深深捌圣经，佮享受圣经，享受上帝所予恁活伫这个世间的荣耀。恁行到逐所在，你的生命中间，互人感觉有光彩。这个人是安怎？常常拢是乐观，常常是喜乐，常常有平安。这个人若来，迄个所在就无迄个尴尬冷漠。愿天父上帝帮咱，因为真侪人咧为咱祈祷。保罗讲：我跪落伫天父上帝的面前，求伊2000年前的信仰的前辈。为咱求什么？富有、勇健。保罗为咱求富有，什么叫做富有？就是上帝所有一切奇妙、清奇、圣洁、荣耀、尊贵，所有的圣情，咱若敬拜上帝，但是咱内底若无这种的圣情，咱是咧骗咱家己。也这，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上帝一切的荣耀丰富，拢进入恁的生命内底。求天父上帝，互恁的心来勇健，
特别祝福咱在座年长的兄弟，活得老爱健康才有效，对无？那活了真长的时候是倒伫长照病床，有两种的理由，就是你活愈久，你的子孙那保险拿愈济愈久。但是，佫有另外一种情形，你活愈久，你的囝讲啊，较毋较紧，较歹势害。我毋是咧咒诅，讲有一寡时代人是安尼，毋是。兄弟姊妹，惠寿的背后，若无有上帝的心内勇健甲健康，惠寿是一个折磨。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所听的时代人，亲爱的兄弟姊妹，听你的时代人，照顾你的时代人，毋是责任，是你的荣耀甲你的尊贵。咱有这个机会，通尊敬你的时代人。毋是照顾，所听的姊妹，因为上帝听长看关心。今仔日的祈祷讲，上帝将伊所有保罗祈祷，上帝将伊各种的丰盛，拢放伫咱的人生中间。愿咱明白，愿咱晓悟。今仔保罗用2摆，伊讲，互恁晓悟，互恁明白。互恁晓悟意思就是领受啦，明白了解了解。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我真爱这张图，这粒光光的球代表上帝一切稳定。世间人一直在看上帝给我什么？这个姊妹将上帝稳定放伫伊心内。兄弟姊妹，你敢得到？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上帝将伊的听放伫你的心内，长看关心的听，长看关心的愿望，毋是干那听，是一切的一切。愿主伊亲自甲你讲，我的囡仔，我要赏赐你，互你甲历代的所有的信徒。4000年来犹太人，甲2000年来基督徒，咱做伙晓悟上帝长看关心的稳定。求天父上帝，互咱担着这个滋味，也互咱享受伊所陪伴一切的祝福。所以伫这个所在，伊讲超出人所会知的听，搬过人所会知。知这个字，英语叫做 gnosis， 希腊语叫做gnosko， gnosis 伫英语翻译做认知论啦，就是讲我清清楚楚知影有一种的观念。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这个礼拜，上帝将伊的话放伫咱的心中。第二，求天父上帝赏赐所有兄弟，咱有长看关心的生命，不再短视尽力。因为今仔这个时代是追求什么功利主义的时代，人咧算人生的价值，常常用金钱、赚偌济钱来形容一个人活伫这个世间偌有大的价值。但兄弟姊妹，耶稣毋是安尼甲咱讲。耶稣讲：先求上帝的国，甲上帝的义，然后所有一切就拢要互你。愿咱会当明白上帝甲咱陪伴，主耶稣甲咱陪伴的，是一种长看关心的生命。愿上帝将这个活命赏赐予你。噩梦拄则所看迄张图，天顶的上帝将一个荣耀发光的活命，予伊的查某囝。这个查某囝斟酌看，斟酌想，然后将伊深深放伫伊的生命中。所听的这，愿咱做伙祈祷，咱求天父上帝伊的圣神，伊讲上帝的灵，这个灵就是上帝的能力，照着运行，意思是上帝将伊的能力放伫咱的心内，咱安怎喘气，咱安怎喘气，上帝的能力就运行伫咱的生命中间，超出所求所想，超出所求所想，而且成就咱生命中间的大小事，这就是保罗为着咱祈祷的。既然伫讲道中间受提出来强读，
就是代表伫教会礼拜中间，咱共同甲上帝讨。上帝求你的圣神踮伫我的家族，运行伫我的心内，成就一切美妙的事，互阮的兄弟姊妹脱胎换骨，互阮的囡仔脱胎换骨，互阮的囡仔伊知影什么叫做长阔关心的画面。或者咱无一定会当教囝，因为咱本身有可能嘛，也毋捌什么叫做长阔关心。但是，咱会使甲咱的囝同行，你同意吗？当咱拢要毋捌的时阵，咱甲咱的囡仔同做伴，带咱的囡仔陪咱的囡仔，同心祈祷，做伙行。求天父上帝将这个长阔关心的恩典，享受在座遐的姊妹。上帝会真惊罪，意思就是上帝，这是另外一种翻译啦，吼，这是汉这个和合本的翻译，啊，这是白话字的翻译。上帝会惊罪，将对上帝的权能，超出人所求一切所想，而且照着伊运行伫人的能力。上帝将运行、将能力，这两个字伫英语顶管拢代表能力。运行迄个字叫做 energy。你若电池无电，你就爱甲充电。啊，你若讲要火花去，你爱啉加精。哦，咱爱啉迄种为了精力汤，这种有能力的基督徒嘛是安尼。咱需要上帝的能力伫咱的内底。佮另外一个叫做 dynamic， 原文的意思叫做 dynamis， 这是一个圣经的希腊语。dynamic 翻做英语是对希腊语来。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所听的姊妹，今仔日的金句，伊甲咱讲一句话：当咱来到上帝的圣殿，都爱谨慎行，细致听。当咱来到上帝的礼拜堂，爱谨慎恁的脚步，静静来听。毋通做外人徛在门外，毋通亲像看老这个，拢徛伫群众的外面，徛远远。兄弟姊妹要做礼拜，爱坐第一排啦。恁若咧听迄种五月天啊，恁买票恁拢买3排。恁若要买咧上外口迄种排，你就干脆去买 CD 来听就好啊，敢毋是安尼？为什么一个少年人爱开几啊千箍，惊死人？我想这个少年人开对啊毋对？但是伊为什么要爱上热区的迄个？因伫伫咧中间迄个喇叭，迄个低音喇叭震撼，连伊都会感觉哦，兄弟姊妹。谨慎行，细致听，恭敬来到主的面前，毋通徛远远。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伊甲咱讲：我是长阔关心的上帝。伊甲咱换手讲：我要互你有长阔关心的画面。阿免嘛。上帝甲咱讲：我是长阔关心的上帝。上帝甲咱换手讲：我要互你长阔关心的画面。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上帝，阮虽然未堪得，但是伫你的面前，阮恭敬祈祷。你是一个荣耀的主，是一个长阔关心的上帝。你无所不能，你无所不在，你亘古长存，深奥无比。主求你帮助阮，互阮无搁再做了尾仔囝，互阮无搁再做迄种戆甲杜姑。求天父上帝帮助阮。互阮伫你的面前有清醒的灵，互阮看会了解，听会明白。主，想使阮有一份活跳跳的愿望。无论是第一摆来教会，或者是已经伫教会几啊代，愿主你所想使一切恩惠，甲阮同在，对这时到永远无尽。阿免。
即咱三角的吟信诗，应答上帝的听。信诗267首，祈祷的时，即时极好，请咱起立吟全首。我
侪平安礼，请做魔术。咱来欢迎迄个秀珠姊妹吼，甲依婷，好无？啊，依婷甲妈妈因挥挥手吼，大家甲恁欢迎，吼，欢迎恁来吼。因对 K.O 来吼，啊是惠美姐甲因邀请，啊依婷捌来过吼，捌来过啊，心莹啊，心莹介绍的吼，真欢迎恁来吼，啊特别是我上欢迎你来吼。咱用这条歌，咱来互相祝福。拄则牧师解说讲，长发关心的听，咱甲上帝讨，你长发关心的听，伫阮内底，咱来用这条诗歌。脱离黑暗的关系，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进入光明国度。哦，耶稣听你话求你，耶稣永远听你。咱同心来祈祷。虽然有着伫行行伫网络顶悬甲阮做伙做礼拜，无法度亲自来到你圣殿，所有需要你的阮的兄弟姊妹，愿主你的疼进入到因的心内。阮为着伫病痛中间，无法度来到教会做礼拜，心内欠安，肉体欠安的。愿知影主你犹原抱因伫你的行程，主你无放失伊，你无离开因。愿为着主你的医治保守来感谢学到你。恳求天父上帝继续照顾因，直到一日，因带着稳定加健康，都来到伫上帝你的圣殿来敬拜你。至圣的天父上帝，阮嘛伫你的面前，为着阮教会、阮家己的士大人、阮的长辈祈祷，求天父上帝施阮祝福，互阮的长辈因有平安喜乐，佮有勇壮甲健康。至圣的天父上帝赏赐因。常常有上帝你的圣神甲天使陪伴，伫因日出到日落，年头到年底，主你照顾阮的长辈甲士大人。主也为着出外，阮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求天父上帝施阮祝福，互阮稳上加稳，力上加力。至圣的天父上帝，求你帮赞。阮将所有的兄弟姊妹交伫你的手中。特别，阮真欢喜，今仔日有喜乐保育院所有遮个来做礼拜的兄弟姊妹，阮恳求天父上帝，你甲因三角地地，互因伫主你的稳定中间，稳上加稳，力上加力，稳定满满。阮安尼恳求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即时来先来为着总善志祈祷，吼，善志要升初中，吼，咱来为着。赞成今年，牧师为你祷告，长高了啊！新的阶段，圣经教会伫恁生初中的时，拢会送恁圣经，这代表恁是成人礼啊，长大人啊哈。所以伫教会内底，来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啊。所以伫你的面前，为着善事来祈祷，愿奉你的名。来祝福伊领受主的圣神。耶稣伫12岁换过一个时，进入圣殿，伫迄个所在开始一生的侍奉甲服侍。所以将善志交伫你的手中，求天父上帝你用你的话来教示伊，也用你的圣神来扶持、引带佮帮助。所以将善志交伫你的手中，求主你甲伊三角地地，祈祷我个所圣名。阿门。上帝祝福你。
今年的暑假，咱给他拍手谢谢。咱过来为生，我知道青铜生日，你来。咱请这礼拜生日的人来头前伊叫做叶青铜，是上帝的宝贝，对不对？对。咱生日的人拢来头前你是顶礼拜、后礼拜？你后礼拜后礼拜才。好啊，你这礼拜要升基督就对了。有天父上帝祝福所有伫这礼拜、后礼拜生日的兄弟姊妹，主你用你稳定的油抹伫因的头壳顶，主就亲像今仔日的圣经讲，上帝稳定是长阔关心。主求你用你的油抹伫阮的生命中，互阮会当捧起这个稳定的杯来试看稳定的滋味，也互阮的一生成做一个稳定的记号，互阮的亲人朋友看到阮的人生的中间，因对心中的羡慕讲，因信主的人有福气。主啊，阮真正会当认捌你，真正是阮的福气。求天父上帝，互阮伫一生的中间，会当成做稳定的记号。伫生日的时阵，毋是干那食生日蛋糕，是领受上帝你稳定的祝福。主啊，阮伫你面前安尼恳求祈祷，我给所有性命，阿门。阿门。谢谢牧师。耶稣爱你。耶稣爱你。各位，上帝爱你啊！耶稣爱你咱下面来请师会来报告咱下面来请师会来报告。请咱三个来看周报。顶周聚会，请咱家己看。本周聚会准日礼拜9点半伫教会，祈祷会拜三暗时8点伫教会，查经班拜六早起时9点到阴暗7点半伫线上。圣工的护士下周聚会，请林安路执事，领诗请妇女团契，苏琴请我本人，书宪甲招待冯娟甲张世昌执事，爱餐请陈英宏长老，新安宫读经表，请咱家己照这顺序来灵修。集体交通第一，10月12日早起9点半，张志雄甲陈志华结婚感恩礼拜伫教会举行，请大家出席婚礼祝福新人。会后主人家有备办游览车，请有备参加婚宴的兄弟向遗金报名人数，通来准备车甲倒车。10月11日暗时7点半，伫家庭有家庭礼拜，欢迎大家参加甲祝福。第二，请为所有女外兄弟的健康甲生活祈祷，求主保守大家身心灵拢健康，耶和华伊的稳上加稳。第三，生日的有陈正道、林庭谦、陈嘉恩、陈树娇、蔡惠子、庄友友、陈恩君、梁玉君。周报看的是顶礼拜的奉献报告，请咱家己看，也有出入写劝会过人员来更正。大多数项为身心灵欠安，为长辈来祈祷。第二，为教会青少年的身心灵甲课业来祈祷。第三，为适婚的青年婚姻来祈祷。第四，为姊妹教会来代祷，有福林教会、集集教会、德克达雅教会。这是请咱来吟上营信息508首。天的万邦万国万民，请咱起立吟全首。吟诗煞，请牧师祝祷。
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主爱、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甲对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阿门。大家请坐，列岛闭会。